生的车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陈勇，你来者。来，卡坐。陈勇，关于遐场迄件案件，你暂时按下。是安怎？因为我想到真大压力伫个，真侪民意代表对迄件代志嘛真关心的，所以这件代志。暂时莫逼啊！也毋过，明明有侵占着公用土地啊！迄等政府征收的时阵，甲我讲，有当时啊，民意代表会民主党的爱。袂用的，我绝对袂用向特权顶头。毋是无要掠，是时机还未到嘛。是毋是因为大贵的关系？这甲大贵有什么关系？有真侪人拢讲伊的事业做了真大，但是究竟做甚款的行业，根本就无人讲会出来啊！还佫有，迄一天伊请咱食饭，哪有可能遐尔啊拄好缀伙仔场的头家武雄嘛伫遐？我怀疑这件代志甲大头记一定有相当的关系。大贵也是热心公益，是怎啊？歹势，你本来要出去，突然叫我转来，所以才要生气。哎。恁新小姐，你来啊！好啊，来甲安慰一下。是啥物代志？无啥物代志啦。明明是违法的代志，我要让伊莫管。顺忠啊，少人性定人遐尼歹。新小姐，麻烦你好啊甲安慰一下。罗警官，你莫阁生气啊！阮爸爸今仔要请你食饭，我是专工来接你的。我无想要去啊。我知影你心情无好，也毋过阮爸爸是长辈，伊一番的心意要请你食饭，你总免拒绝啦。而且咱嘛约好啊。顺忠啊，对啦，老大人好意，唔通人拒绝啦。去啦去啦。好了。你顺忠哦，伫教育村啊，啊一点仔春酒佫袂晓，希望以后若为了这点哦。啊！你遐食亏啊！顺忠呀，顺忠呀！哎，你讲，顺忠出去，你有啥物代志哦？无啦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哦，已经3天无来上班啊咧，我嘛有去因兜找，拢嘛找咱无，毋知有啥物意外无？啊，顺忠呀是会走去倒位去啊？伊含新小姐出去食饭啊？新小姐。来，姐姐。来，姐姐。
但讲吼，英雄出少年啦，啊，我真想你这款少年啦，我的查某囝定来咧学落哩，讲你偌英勇哦，偌有正义感咧。其实呢，这是阮做警察应该尽的任务啊。好了，爸爸，先夹这个，来，爸爸这个，来，顺昌，这个，谢谢。你，哥哥你过来，顺昌啊，我拄则咧看你食饭的时阵哦，你拢无见菜是毋是菜色无合你的胃口？无啦，因为我家己本身在想淡薄仔代志。其实做警察呢，毋是像人所想的讲遐尔啊好做。有时阵呢，我嘛足怀疑我家己的个性是毋是有适合做警察。哪会安尼讲呢？你是非分明，工作又搁认真，还搁有正义感伫的，是适合做警察的好人选啊！对啦，警察就是古早时代就是讲做捕快，啊捕快就是爱铁面无私啊。毋过安尼敢若亲像做无真情味的。只要你若认为对的，你就坚持到底起来做，这哪有啥物关系咧？你免顾虑别人安怎讲。来，无我请你搁食一块水果，表示我对你的敬意。顺昌啊，较早吼，阮小妹吼一直要考咧警察学校，结果无去考，你知影？所以伊希望以后吼嫁一个警察做某。我讲囝对你较是新鲜哦。哥哥，你敢笑我爸爸？你看卖啦，哥哥搁咧救人啊！本来就安尼啊，搁甲人讲。其实呢，做警察是一件真危险的代志。有当阵我嘛毋敢考虑到我家己的婚姻，因为我惊我若从厝内嫁过了好势，又搁烦恼厝内某囝会每一工伫咧厝提心吊胆。才袂咧，我感觉吼，做警察的某，足公平的代志啊！真好啊！安尼像你安尼想，阮做警察就免惊娶某某啊。我这查某囝吼，真有主见，哦，真济所在吼有甲别人无共款的想法甲观念。对，啊，著高讲话，来，食水果，来，来。春香，先啉一个茶，多谢。啊，美玉才拄好无伫的啦。我听阮美玉讲，这2天拢找你无，伊找到急甲要死呢。啊，你是走倒去？春香，是安怎啦？报堂欺负你是？妈，美玉。哎，春香，啊你是走倒底，我四界找你找拢无啊？是安怎？你在好哦？春香，若是有啥物委屈，你就讲出来，无一定阿妹甲你斗想办法解决啦。你毋着紧讲，阮大家咧烦恼到要死，安尼紧讲啊！莫哭啦。你讲，你到这以后，无当像平常人共款，伊拍我，佮打开的巴肚，想要将囡仔拍楼梯啦，伊根本都无要带我啦。真是有这款代志，啊，报堂这个囡仔哪会变甲安尼哈？啊，即摆咧，巴肚内囡仔有安怎无？这几工啊，我就是住伫咧病院安泰，总是将这可怜的囡仔留掉。我后摆是要安怎啦？我要安怎啊？妈，报堂啊，这种行为，敢了去是人受啊？春香，你先莫哭，啊无安尼啦，我甲你斗阵来去好家行一转，看是大人是要安怎拍算，嘛是爱互你一个交代啊。报道这个气势，今日倒转也无甲北回再试看卖，这种袂见效的代志做会得出来，欺负查某囝无当要紧，还无要负责任。哎呦，当你是咧讲啥？代志嘛总爱解决会解决的嘛，对无？你嘛无必要安尼。
哎呀，搁再讲吼，咱保大真敖呢，念伊就要甲咱何家传宗接代啊。到这地步，你安尼听信伊，已经个无法无天，你也无想讲要假死啊？哎，等要教死啥啦？啊，等伊个囡仔无摕掉，还伫咧身躯个啊，啊，规气吼，带咧就好啊。别，春鸟，免哭免哭，啊，阿嬷互你哭，阿嬷互你哭，吼。阿嬷，你毋知啦，保大后要甲春鸟拍落楼梯，实足苦嘞。哎，你个什么态度啦哈？大点袂滚，啊小点长长滚啦哈！啊，春鸟都无讲话，你是咧讲啥？我无白讲啊，本来就事实啦。哎哟，秋子啊，你看，你教死的查某囝是安尼啦，你着要好好甲教死哦。你讲两句。阿母，保同即摆做即个代志，讲起来实在是真严重啦。够啦严重，代志较大条嘛会解决你啦，啊，规矩互伊两个结结了，你就好啊嘛。这个保同自细汉就是安尼，互你成摆，今日才会做出这种良心狗义的代志出来。今日不管安怎解决，总是要好好甲教死啦。哎，你是你敢毋敢会晓教死啦？啊，囡仔互你安尼骂，甲厝的安尼带袂调啦。带袂调是伊的代志啊！今日我绝对无放伊线，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。无啊，你是要甲我做对头，哈？你是要甲我做对头都对嘛？这囡仔就是拢安成摆，今日才安怎啦？啊，欠讲两句啊。阿母，你先莫这么着急，等下保同下转来，咱才好好甲伊参详。哪有啥物通好参详啊？你囡仔我无法度目睭金去看伊变成社会的败类啊！嘿，啊，规矩过伊安尼带咧就好啊嘛。嗨，你当是咧安怎？啊，规矩就叫伊答应我安尼甲带春香入门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啊，囡仔这尔啊大汉啊，你嘛爱甲留一个面子啊。这个克星，伊若知影面子今日做出这种代志，阿母你闪啦！我怕麻烦死。保同，阿妈互你讲，我甲你讲，啊，等春香返倒来后，有你囡仔伫咧，规矩吼甲带入来，安就好啊嘛，吼。无爱啦，阿嬷，我不爱带伊啦。啥物人知伊捌倒的囡仔是较像有的啦。这种话你也讲会出来？我规矩4年领导表示我的前票，放手我我讲嘛，你安尼阁是查某囝，你敢做唔敢担当？当初嘛是家己愿意的啊，我嘛无讲要带伊。你这克星，今日无负责任，你算啥查某囝？我好运家生你这种囝，我今甲你拍麻烦死！阿妈，你看，是咱错误，是天怨妒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保同这个囡仔有影真熟，一日敢毋敢来啊拉伊老爸生气啦。啊，这摆毋知有要紧无？啊，讲到文才会送呀，何必着发遐尔大性地咧？啊，囡仔知影毋对啊，吼，甲讲因两句啊就好啊，啊，家己的身体也袂晓好好来照顾。医生，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病人清醒了，命保住了。哪一位是他太太？他就是他太太啦。哎，是我。请跟我过来，我跟你讲一下他的病情。去啦。不用，啊，那毋拄则讲，我嘛是要知影的。哎呀，阿母唔免啦，咱先来看文才，啊等一个手术拿出来，啊才甲咱讲毋是共款。李先生是轻微中风，以后避免使他受刺激。他现在怎么样？如果有恒心做复健，慢慢可以恢复。
做到什么程度，要看病人努力情形而定。太太给他鼓励，也给他使一份力量，也以使他完全恢复正常。文才啊！啊，青阳，文才，我来姐姐，什么的？报长，我去，我去，咱骗安尼，呀我，哎呦，哪有安尼啦？哎呦，我做什么歹心事？我一个好心来变安尼，嘴我目睭戳戳，搞笑啦，问题大。医生啊！去叫医生来，快进来！我来去吼。医生还没来。文才来，别来啦，要讲。医生哪讲？医生讲，文才是小可中风，若莫甲刺激都会无代志。哦。文才，医生叫你爱复健哦，爱认真拍拼去复健，安尼才会恢复正常。安尼我，你一定要有信心，心情放较轻松的，自然都会无代志。对啦，哎呦，拢嘛是保同出个囡仔啦，啊无代无志，才伊老爸生气，伊才会中风，我等于都要好好甲教死伊。这囡仔哦，实在有影。阿母啊，妈妈搁讲啊啦，因为看你还佫去刺激到文才，就唔好呢。哦。文才，啊无你慢慢来休困吼，我先转来。你陪我啊！陪我啦！老师啊，我请你食牛肉干。我工课无咧食物件啦。咱食牛肉干，也袂影响做工课啊。歹势，目屎七七的，我无咧食牛肉的啦。比啊！比啊！电话卡有通无啦？有啊，我看也无人接啊，奇怪，妈妈规下暗拢无转来，是走去倒？啊！喂，是何公管校？米叫，是你哦。是报道啊。喂，米叫，你哪讲话？喂，米叫。无啊，我是想要问你讲，我妈妈昨有去恁遐？什么？我妈妈昨甲菜花阿姨啊，去病院照顾恁爸爸一个人。好啊，你莫甲讲啊！关于你甲春香的代志，你唔免阁解说啊！卑鄙下流，要见笑！你哪伫遮？是的啦。我来是想讲要请你唱 KTV 啊。要唱 KTV 哦？是的啦，我今仔手机疼，无想要去。安怎咧？你叫我吼，就要勇敢去对伊啊！我吼提出满腹的勇气，结果你当面甲我拒绝啊！哥哥，头一次去互查囡仔拒绝，无一定表示讲伊无介意你啊。有足侪原因，无一定讲伊是头一次的约会，所以歹势去。啊嘛无一定，伊是今仔日拄好有代志袂当去啊。瑞弟啦，你对你家己要有信心，继续加油。
啊万一伊若搁甲我拒绝咧？哥哥，无猜讲你是留学倒转来，对家己爱有信心吗？像我，假使我若介意着一个查甫囡仔，我一定会大大方方去约伊，除非伊是无介意我，啊若无，我一定会主动去约伊。啊？你要约查甫的？即摆是人女平等的时代啊，查甫会当约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嘛是会当主动约查甫的啊。你哦，落伍啊啦！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要互你加休困，你哪爬起来啦？我困袂去啦。无当因爸爸会来中我，拢是我害的。我愈想，心肝内愈感觉不安。你也免安尼想啦。文在杰啊吼，伊平常时也伤过操劳，才会一日着病啊遮尔啊严重。这件代志吼，要怪吼，爱怪波动伊家己啦。是伊家己将阮在这啊吼气到，伊毋才会变成安尼。哎呀，讲啊波动这个囡仔吼，这2天根本都无去病院看因老爸呢，毋知是咧创啥物。阿母啊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，阮倒来。阿母啊，班阿笑。倒来，嘿嘿。妈，春香到伫咱家吼，你也好好甲报一个。哎哟，这也着你讲哦，我自然哦会加煮2项菜请伊。来，春香，经典来照看。阿母啊，啊你若煮遐济番薯哦，今仔是要请人客哦？毋是啦，啊，着要摕来病院哦，分恁文在杰来食啦。哎，因兜遐济人，家己要怎是哦？啊，恁文在杰讲上爱食番薯叶啦，我就想讲我要炒，着加炒寡。这2天你有感觉精神较好无？你哦，我考虑真久，我想要将头脑洗掉，离开这个所在。我对波动